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过去咱新闻嘛捌讲过，有人光叫唔光叫，管人新娘唔放尿。这句的意思就是讲，家己应该做的代志无做好势，却颠倒乌出啊食过河去管别人的代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叫过要求第7条。读叫这是读鼻音，叫是古早一款交通工具，一款由轿夫扛伫肩胛头的车。咱现代迎新明闹热，同款卖更新叫。上主要有轿挂，另外佫有轿单，某人讲是轿杠或者是轿高。另外叫头前门的这片梨啊，或者是轿闸。另外佫有碳架，有人讲是软轿、软床，某人讲是钢床。也佫有算轿的单位，咱讲是1顶轿、2顶轿。这个文音读做轿，自家用若是照字典读，应该是读做轿车，也毋过咱一般惯势读做轿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软轿，也就是碳架，某人讲是软床，有人讲钢床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上轿才要放尿，这个意思是讲代志无先准备，等到拄着啊，才想办法要来处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比如讲，有人爱爬山，结果无先测家己身体状况，嘛无先评估家己体力敢有够，临时临要挑战关山，结果身体状况袂少，上桥才要放尿，无才掉落山已经袂赴啊，唔知要安怎处理才好，就需要出动救援人员用软桥扛落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桥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